神龍爺爺，我返嚟啦！我想學多啲有關中醫藥嘅新知識啊！你返嚟啦，我哋開始今日記中醫藥知識小課堂啦。神龍爺爺，我近排成日攰，手腳凍，點算好啊？呢啲都係溫性食材，專門對付氣血唔足，調理身體最啱。小花，你睇，紅棗補中益氣，桂圓養血安神，枸杞滋陰潤燥，搭配啱晒女性。原來沖茶都有學問，直接用滾水就得啦。滾水焗10分鐘先出味，唔好長時間浸啊，會越飲越臊。爺爺，第二款茶又係用咩材料？點沖㗎？第二款黨參紅棗茶，焗15分鐘，健脾益氣更護胃。兩款都好好飲，媽咪一定中意。每日一杯，經期前後都可以飲，溫和調理氣血，補氣養血茶，女性日常必備。